有大学生伊的毕业作品就是一张台语专辑，这专辑内底唱出政治、历史，也个个人和社会关系。因决定要用台语创作，是希望保记会当继续活哩。 这条歌合作来来去去，是咧讲2019香港反送中的运动。因的毕业作品就是出一张台语的专辑，内容包括政治、历史，佮有个人和社会关系。就是希望讲透过用台语来创作这个过程当中，会当一边学闹，一边讲，就是这个语言有开始有人使用，伊开始活的。 甘露水这条嘛是萧琴的创作，唱出艺术家黄土水的甘露水搁水一摆，也讲到过去甘露水是秘密，家在天光，即阵咱才会当看到。乐团内底毋是每一个人对台语拢真熟手，毋过爱做专辑就爱做甲上好。团有人伫过程当中学到新的台语词，有人伫唱歌进前会特别问主唱，安尼笑敢对？ 学到一些新的词，希望以前没有听过的。巴给这个词有2个意思，我倒是最近才知道的。在唱之前，我就先问我们主唱吉他手小倩，说我这样唱对不对啊？然后说有没有哪一些发音咬字需要改的。无记的创作是愈来愈实行，毋但主流音乐界，连即卖学生的毕业作品，拢有伊的形影。毕业作品虽讲是大学时期的结束，毋过因无记创作的路愈开始。记者柯家轩、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